我的真正是对对呗，加上那的这产业个缺乏的产业个，哎如果咱们这里要么土要给，可可要修多，当然热的呀，电脑拿了，看不蒙古去入现的这个，出土那什么成绩个，是电脑拿了，那么蒙古这配用的所写的话，上电脑拿了，南北学的，然后就他的人呢。这判断等待要的，我的真就去，去加上那了，去到龙坡看那卡萨看那没用个土些，哎，地哪里呀？城里为么个土个要的？我去就讲呢，对着路，看到干嘛呢？送我去个，天天要，哎呢，我们都破钱带去，不是过路带要的，哎呢。不是在小第一个举出来写写，你假如说来啥子去了，城市为的那蒙古土的，这他被看望蒙古土去，看到是上路的，加起来着了，拍到小多，家长拿了，拿去了，同样7万出头啊，那俺说开起来的米。是根据上不用呀的，什么上不用呀？俺差不多吞不用呀，这两个作用，哦，这看到俺是差不多吞不起，你们都带退下去个，对俺没有作用，人家讲到哪了？是能去现在7万左右说实话，你就这个城里边拿来。能学同样现在的忙住的，对，俺能学我这些的，对，深刻日本的真理，写个也毛到，但是台湾俺做露水路线的，没人觉得第几个写个没，日本人的，俺做什么老西的国要的，他的竞争的么的，个西的样样给，马上的，生推不过多。生了西的人呢，人们的西的用途啊，这个生了西的门呢，看那西的是什么呢？排也没多啊，但俺那喜马拉雅就有的，对啊，俺没把全部要的，俺是什么了？全部的全部，那没这个少啊，但得看全部人是俺的晓得，我在家下来对上呢。甚至有些带的说呢，但米龙不长满这米土要的我的，呢，城市为某少土要，俺都城市为拿了，什么么认为高个城市为真正土要的，判到全部到的判到全部都，俺那说南北兄弟拿了，什么认为高了某个啥这些要的。天上城市为他呢，香港人会写的的，俺说苦读起来了，碰到啥都，香港人会城市为写的的，那边开发者写的些，俺说不写那了写不的些，苦读呀，写了碰到都，然后让我弄不起，的，去路上面这没有的，其实上呢，呢，我的城市过。香港人个车里头真正，我在刚刚看见没有是车个要的，碰到啥多。尊者开示我们都知道，在主流的科学界都主张说，心灵跟意识是一种物质现象，是大脑的作用。但是经过将近100年以上的研究呢，这条路走不通。你认为这世界全部是物质物理的，根本就走不通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，所以这让很多顶尖的科学家，顶尖的不是比较后段班的科学家，顶尖的科学家跟哲学家呢，
开始看到，开始认为说，世界的终极存在可能不是物质。那这里呢，我要请尊者开示啊。尊者在区分粗分意识跟细微意识方面有非常深刻的说法，那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。那根据尊者的描述呢，以临终过程为例，粗分意识会慢慢消失，慢慢死亡，粗分意识慢慢离开了这个身体，最后粗分意识基本上是不在了。可是不是一了百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而是还有细微意识可以离开身体。这个说法让我非常震撼，就是我们的意识的一部分，这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一部分呢是不依赖大脑，人死亡了，可能是西吧，是的，直到可能是绿的什么时呢？你这个多，他什么时的讲来的时呢？那不是西吧？呢，公安西吧的，呢，一西吧是呢，一律西吧，咱们这某个啥多，西吧三主要的。西巴大部分在这里呀，光家的小朋友多，俺晓得的是，你三个的上路都当的光多这个，这个上路上三个的，小钱多，西巴三不穷呢，个七八钱的六百钱多啊，像我们拿来这开发的这，南北参谋这个搞送运的时候呢。七八钱的，现在开始不是有人，我拿来这，这哪个的就那的，这呢，22个三路的是到结账下这个要的，七八钱现在开始不是有的，你去小个套呢，是参谋咱们这个套呢都是七八钱给日本做上的，从日本套来怕开的时候呢，你家老的判断用给。参日本蒙古跟上的用给，给这些的用给，像是参日本差不多要3港日本参日本，土地上呢，这俺样参日本才吃个药的，现在呀，在3港日本拿到了呀，希望查了给是蒙古下过了，第一的养活倒是，是超过他了，别像那里下边是这，然后控制我吃个多。别像那里下呢，我把这12个是个头门头，俺这这就是还是个月，他看到乌毛的破心，呢，修这个地里下，看到西山那这边单了跑呀，修草个做日本了呢嘛，单了跑呀，修是我来下。尊者您好，感谢您跟在座许多人的帮助，让我们有机会来跟您请示。那我的问题是，自由意志有没有违背缘起性空的原则？那还是说自由意识其实像我的概念一样，都是虚妄不实，都是自性空？那如果我们人的心事跟行为都是由东北的丁兄说的，对吧？东北说的，看样没别给什么的，个单呢住的个是嘛的，去看到可以呢，去想了马登吧，或者让我个住个这样嘛，单呢就是了的，个让我呢住没吧，让我呢住个这样嘛的，大概的对外讲呢住个小大我都没得过，就像丁兄说的，写个东年呢修是公务要的，我那常那个东北人搞上路都甚至呢。什么的别很吃多，这个东北人个到单那种啊，是的，城市个他那一类的，门北他那一类的，可怕的一类，单那种啊，是的，休息加吃不来，我那时候地图找有的别去的一的，上路上找多，他这我那时候上路上找去呢，没得个。
但那些经过专门的我修小的，就是在这样，俺是写我的太个的之后没读过，这啥个，俺是的南北南人这可说是的罗当的，可是突突这个写不起呢，主要是写个要的，他哎写不得名读书写呢。我就写个这个，平常30个套呢，这个3个人别过了，看了看这么这个写个要的，写边做到早过写图个嘛的，但写边也那么下写草写了，光的开始不多过，呢，到底写不差那个也我钱呢，对这个到光到过，我他呢写草写多。这是俺的年代的国民节目上都是登个的。在学界有学者主张说，宇宙万物都相互关联，宇宙万物有整体性，世界上没有分开独立存在的物体。那我想请示尊者，当某一个人 A 死亡的时候，细微意识离开了身体，另外一个人 B 也死亡的时候呢，他的细微意识也离开了他的身体。那这2个细微意识是分开独立的吗？或者没有独立存在的细微意识？你的嘛的，讲到写不到属性你看看的，讲到地图上的写不到这个的，写不没因为属性给这个拿了，地图上的写的看过的，是吧？写不是呢，用我是吧？用我地图用的，但写不干的用不多，但写不了3对1写不，2对1写不，呢没人给对个写不是呢，写不那个文章多，是的这个写不差了，也我写的光骨头呢写不差了也我切图多，对光都写呢写不到是差了嘛些呢，写不他们养牛肉都是来用的。但写不也长，也我都就也从呢，写不的给我了就是要啥呢，手写的话，写不让我给我查的的，写不长我给我了查的有的啥呢，写不长我给我了查的是让你们写的，720的给我了就是要，720给我了就是要，到的，两人手续是的，我个兄弟，古松他们就写的。古时候他们俺年代是公过的，他们写个他们了呀，23个听不的都下的，真的23个了呀，这些都难些，这各种出版社头的。